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何媽講經，我係何媽。今集繼續同大家講行為的秘密，探討一下食手指同埋咬指甲呢個小朋友最常見嘅兩種口腔習慣。相信好多家長都唔係好接受到呢兩個行為。原來小朋友天生就中意食手指同啜手指嘅，尤其係出生之後嘅幾個月會越嚟越誇張，高峰通常就會持續到去18個月到2歲左右。好大部分嘅小朋友到4歲就會自己停止呢個食手指嘅行為，但係當然啦，都有部分嘅小朋友會持續到成人為止嘅。我哋可以試下分翻開啜手指同埋咬指甲呢兩個口腔習慣嘅，因為呢，咬指甲通常呢就比較常見於喺小朋友同成人，但係比較少發生喺未到3歲嘅小朋友度。到咗3到6歲期間，有咬指甲習慣嘅小朋友比例呢就會迅速咁樣增加，而且隨住每一年年紀增長啦，喺青少年時期就會達到高峰，繼而呢就會慢慢減少翻啦。根據研究發現，7到10歲嘅小朋友有28到33% 有咬指甲呢個行為，而去到成人啊，19到29% 呢就有咬指甲嘅習慣啦。但係作者就提醒我哋，雖然都係一啲唔好嘅口腔習慣啦，但係就唔需要過度焦慮嘅。首先，我哋要先了解佢哋點解會有啜手指同埋食手指嘅慾望呢？一般呢種行為呢，被解讀為自己覺得舒服啦、愉悅啦、減壓等等嘅，甚至都被認為係一種衝動控制嘅異常行為，但係實質到而家都未有定論嘅。尤其是啜手指係一種可以安撫自己啦，令自己感到愉快嘅行為，所以小朋友啜手指唔一定係有關心理壓力又或者焦慮嘅時候先會發生。但係咬指甲就唔同啦，近年研究已經推翻咗小朋友因為緊張焦慮而咬指甲呢個理論。研究就發現，小朋友咬指甲主要係因為出現喺無聊啦，又或者處理困難事嘅時候啊。無聊嘅時候咬指甲，可能係同平時活動量唔夠有關；而當處理困難，即係諗緊嘢嗰陣去咬嘅話，可能藉此就係提升佢當下嘅專注力。唔講大家唔知，原來有1半以上嘅小朋友係因為遺傳，又或者係透過觀察父母、兄弟姊妹等嘅環境因素，學習咗呢個咬指甲嘅行為啊。雖然食手指同咬指甲同小朋友嘅心理層面就無關啦，但係又唔代表同其他發展冇關喎。除咗大家都好緊張嘅衛生問題之外，原來食手啊、咬指甲都可能影響到牙齒嘅咬合啦。有臨床發現，過度咁樣食手指、咬指甲係會影響上顎又或者牙齒嘅排列。所以美國兒科醫學會就會建議5歲之後呢，就一定要正視同處理呢個問題啊。另外，過度咬指甲都會影響指甲嘅生成，甚至有學者推測，如果我哋成年人有吸煙又或者嚼香口膠呢個習慣，好可能係同兒童時期有咬指甲有關係嘅喎。不過呢，根據2016年嘅研究發現指出，如果小朋友早期有食手指呢個習慣，喺兒童時期甚至係成年嘅時候，竟然係較唔容易有過敏嘅情況發生喎。呢件事都幾好笑同埋幾有趣嘅。咁當然啦，唔係鼓勵你話俾你聽要鼓勵小朋友持續呢個行為，而係提醒大家唔需要太過擔憂同埋焦慮啫。除咗主力去提醒我哋唔使太擔心之餘，作者就針對咗唔同年齡層，俾咗唔同嘅建議我哋。佢就話啦，如果2歲以下比較似口腔期嘅問題，可能呢就嘗試滿足下佢哋對食物種類材料嗰個慾望啦，間唔中俾啲小點心佢試下，等小朋友有適當嘅觸覺操作經驗係好緊要嘅。而對於2歲以上嘅小朋友，我就揀咗幾個同大家分享。睇下幫唔幫到你哋。第一個，試下鼓勵佢哋多啲用一啲雙手操作嘅遊戲啊，例如玩下黏土啊、玩下沙啊、接下波啊、爬下嘢、砌下小積木等等啦。除咗可以轉移佢哋嘅注意力之外啊，仲可以俾佢試下唔同觸感嘅刺激。
而第二個就係溫柔嘅提醒啦。如果小朋友都係喺放空啊、無聊嗰陣去咬手指嘅話，呢個時候只需要好溫柔咁提醒下佢哋就好啦。盡量唔好用強烈嘅禁止啊，又或者係鬧啊、打啊等等啊，因為咁樣會造成佢哋嘅壓力，反而會有反效果噶。如果喺外面嘅時候，建議同小朋友咧都係有一啲有默契嘅指定手勢，又或者 special 嘅 secret language 去提醒一下小朋友，唔好喺公共場合公然咁樣去羞辱佢哋啊！因為咧你公然咁樣指出佢哋呢個食手嘅行為嘅話咧，會造成佢哋另一種壓力噶。有時候如果佢排解唔到呢種壓力嘅話，反而會喺其他時候啊食得仲嚴重啊！第三個方法就係增加小朋友嘅活動量啊！留意翻6歲以下嘅小朋友咧，每日至少都要有1個鐘嘅時候大肢體活動，即係跑跑跳跳放下電。留意下佢哋係咪唔夠活動量啊？第4個解決嘅建議啊，就係用鼓勵形式啦，例如可以玩貼貼紙啦，佢哋喺冇咬手指嗰啲日子上面呢，就可以貼一個貼紙，儲齊印花呢，你就可以換取一個獎勵啦。例如係帶佢哋去公園玩啦，又或者係講多一個床邊故事等等。不過呢，如果食得比較誇張嘅小朋友啊，講真，你冇理由要求佢哋一開始就即刻停咗唔食噶嘛，都冇咩可能啦。咁但係只要佢哋喺某啲特定嘅時間冇咁做嘅話呢，我哋都好應該去鼓勵下佢，又或者獎勵下佢啊。尤其是喺公共場合啦、搭車啦、行街等等呢啲時候。最後一樣啊，就係要有充分嘅衛生教育啊。我哋都要去增強一下小朋友嘅衛生意識，提醒一下，哇，點樣先係正確咁樣洗手啊？亦都俾佢知道食手指咬指甲咧，有邊啲健康上嘅問題會出現啊？要提高一下佢哋對衛生嘅意識，尤其是佢哋返學啊，喺公共場所都好多菌噶嘛。其實嚟講啦，對於大人或者小朋友咬指甲呢個行為咧，都係好難戒嘅，而呢個行為都相當引人注目啊，所以往往會進一步咁樣影響小朋友嘅社交人際關係啊。如果小朋友有自知嘅話，但係就硬係控制唔到，佢就會感覺到有壓力同埋焦慮，繼而會產生其他負面嘅情緒或者行為。所以如果想改善小朋友咬指甲嘅行為，父母應該用以上所講嘅正向策略啦，盡量避免打鬧小朋友啊。因為呢，有研究就發現啦，你咩都唔做嘅效果竟然係比打鬧更好噶。問你死未？好多謝大家又同河馬完成一課啦。下星期一呢，我就同自己同大家請個假先。正因為河馬要同小河馬出遊成個星期啊，好想懶懶地好好咁享受個旅程，所以再下個星期一同樣時間繼續同大家河馬講經。拜拜。